自2024年12月17日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做相的罗卜。圣经咱做伙来听读，罗马书第6章15节到23节。那安尼，因为咱毋是伫律法下，是伫恩典下，咱就通犯罪是无？绝对毋通。敢毋知恁若将家己交互某人做奴隶，顺趁伊，恁就是迄个人的奴隶。安尼讲，恁是做罪的奴隶，直到死，还是做上帝的奴仆，顺趁伊，直到甲伊有合宜的关系？感谢上帝，虽然恁捌做罪的奴隶，现在已经对身体顺趁迄个传授互恁做典范的教示。恁已经对罪得到透放，成做义的奴仆。惊了恁袂了解，我用一般人的话甲恁讲，亲像恁以前捌将身躯完全交互有为甲不法，互不法加添。现在恁着将恁身躯的逐部分献互伊做圣洁的路用。恁做罪的奴隶迄时，恁无受义约束。迄时恁做现在看做见笑的代志，结果是安怎？结局是死。现在恁已经对罪得到透放，成做上帝的奴仆。迄个结果是成做圣洁，结局是永远的活命。因为罪的代价是死。毋过上帝通过咱的主基督耶稣，白白赐予咱的恩典是永远的活命。做相的奴仆，今仔日的咱真好想象做奴仆的处境。毋过时间转去到罗马书的书写年代，奴仆却是真普遍的存在。因为安尼，保罗以奴仆做例，阐述生活在恩典之下应该有的表现。在当时的奴仆算是主人的财产，本身并无自由，生活也受到限制。罗马时代的主仆关系，搁较是奴仆单向听从甲顺服。此外，做奴仆的简单会当侍奉一个主人。因为安尼，耶稣才会讲，一个人袂当侍奉两个主。做奴仆的无选择的权利，简单会当听趁主人的吩咐，按照主人的旨意做代志。因为安尼，保罗指出，当咱要受罪的管辖的时，就亲像做罪的奴仆，只会当顺从罪的驱使。做出损害家己也是别人的行为，因为奴仆是属于主人的，只有主人有权利变卖奴仆。保罗将罪甲义拟人化，借着安尼表现出奴仆甲主人的关系。保罗也阐明上帝主爱的恩典，借着耶稣基督所付出的代价，将咱对罪的中间赎回，互咱通得转换主人。咱受重价赎回，归入耶稣基督，就成做义的奴仆。作为奴仆，既然转换侍奉的主人，就要按照新主人的吩咐去做，因为听趁甲顺服是做奴仆的基本态度。对做罪的奴仆转换做义的奴仆，也代表受洗前后的差别。伫受洗了后，需要活出恩典的新生活，无搁再受罪的管辖。过去，咱的身躯用做幸福，虽将欲望为非作歹，但却爱将身躯洁净，成做合于上帝所用的圣洁器皿。可能也有人会认为，咱既然已经受拯救，
敢毋是就会当直接脱离奴仆的身份？为甚物还爱继续做奴仆，袂当做自由的人呢？保罗家己讲，伊已经成做自由人，但是为着主耶稣的缘故，甘愿做奴仆。当咱侍奉的对象转换做上帝时，上帝常时也予咱选择的权利。保罗用做家己做对比，作为罪的奴仆所付出的代价是死亡；做义的奴仆会当伫基督得到永恒的性命。当两项选择摆踮伫眼前的时，咱的选择会是甚物？保罗伫以弗所书第4章第1节讲：既然领受上帝呼召，行为就符合伊的呼召。这拄好是咱回应呼召的恩典上好的方法，表明咱愿意成做上帝的奴仆。同时，主人对家己厝内的奴仆也有特别的标记，互人见到迄个标记，就知伊所侍奉的是谁。当咱领受上帝所赐白白的恩典，只有以侍奉伊做报答，因为知影所侍奉的上帝会互咱重新塑造真侪全新的样式，互咱对内面到伫外面拢焕然一新，互人见到咱就知影咱所侍奉的主人是满有慈爱、怜悯、阁有公义的主，并用这做荣耀。默想，作为义的奴仆，我会安怎表现，互人因着我就会当认捌我所侍奉的主。咱来祈祷，将我赎回的主，感谢你，互我脱离罪恶甲死亡，愿我的性命会当结出圣神的果子，搁成做合你所用圣洁的器皿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祷，阿们。愿上帝赐你身心灵拢勇行平安。